Here we go! 姐真的很浓艳哦。叶姐，你们喜欢做哪个事情呢？我喜欢立蛋，听说成功的话，这年都是幸运年哦。我终于失踪哎，因为看我的肚子超大啊。哎呀，这阿弟你的肚子就要生日了哦。其实叶姐还有更多的事情呢，像是爬凉山、带熊包、插胸脯、打锣鼓，还有再抢阿公来公公。没错，小朋友，叶姐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呢？记得喽，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看哈讲哈发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再来聊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记得点赞分享哦。